新站去拉萨了，这边刚刚开通拉萨的国际。拉萨那边旅行上体大我是平均价格为17800。刚刚开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现在没得了，全没得了。他们带的全是中央的一些省级赛事，全是一些有高管的。跳2个就行了，不要跳那么长了。啊，生意太好了噻。没得人手啊，招人忙不过来呀。那你说是好多人去？就是轻量级，他们从侧面过去。他那个先看下那个病找的没干，他还是要到开办这个市区的。他是一个眼睛啥子病呢？青光眼嘛。他有海拔高了就遭要死，他高头有遗传，他现在才知道，他以前在他以前在那个中国院校，要去拉萨才拉萨，我们那就知道，他就他是去，他现在就回成都了，就回来。所以青光眼它有遗传，对对对，就是他现在才知道。比如说，你很你想出国假日，30年了，都是开30年了。如此成立了30年了。对呀，中国和人资源他的事情，就黄晓明，就是他的，就是他言行的事情，大的很。西藏那个地界就就在南华里。等一下，哪个放一个人？这边。谁在放一个？下一个人。谁在放？放嘛，放啥就跳啥子。放啥就跳啥。啊。对的。都是会员的嘛。要跳舞的啊。就是。我的先生。照片真丑的。他那个编舞啥编活动了。他都有跳活动不？他跳的嘞，他跳民族装。哦。
西宁的00后小吃，这个是00周边小吃，礼物是小吃，他们经常在抖音上面是。没见过，他们就可能是专门，可能为啥子要来？是因为参加昨天平时可能应该在。真的，我问了他不是悉尼最大的一个快捷转人，他是在啥子地方来？我晓得悉尼广场的前头，悉尼博物馆那儿面前有个像个天，就像天府桥那种。以前哈，后来我好多年了。这叫啥？哦，是呀。青塘，27条线儿的，开了一段的，一块钱，或者是开对。啥子东西？说喊我前天。
OK，完美完美。他们那种我可以完美。人家是糖花。我该下班了。这不是加班了。它翻译名字又不一样，这个好像啥子各种。这个是好久了，老那个老的。你要拍照？哎，他的脾气爽了，以前不知道他们要来啊。那这各种对头脑。老郭老晓得嘛？没人说。我是到外面撇的没进去。你没人说。那个他错说的。本来我也知道他们要来啊，今天那种都要来，只是说活动没得那么多。他们前2天一起的嘛，刘玲玲啊，还有就是你嘛，还有15团的。我啥都不晓得，我现在嘛消息落后的很，啥都不晓得。反正来不了，我每天都在那儿，可能每天都在王清吗？不是，那边，西安的小。我起回来了嘛，回家我大酱油的。我听到哪儿去了？很近了嘛。我大酱油上路了。走路过，那走路过。上路了，上路了。哎，文清啊，我就回来了。什么都没到，就看一看。回家了嘛。我看你没来干嘛？回去了，回家了。但是我说他不是那段时间不在吗？回老家了。推远了解一你们好天2天。反正也上班了嘛，他直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。你女孩信息不跟我说。他没群，他们那个抖音群里面说的。他后面拉错说的，他今天活动比我多。这啥子不？店里吗？不是，跳过的。就你撇过的。我应该撇过的。前晚上撇过的。我咋是我装？是上兄弟那个。对。新哥。我也撇过的。我上他发的，他说多跳那个，我发的，还有我的信息真正的跟人不同步。这里有时间。我信息起码比你们小往前1-2天。5一他们要去大头。我也不晓得有要放请假。5一啊。5一大头，5一要去5月3号回来。肯定有7、8个人嘛。对，天上看。估计有20人左右吧。我不晓得我特别去，我们是看娃娃状态，要放假的嘛。还是去？哎，好近嘛，4个公里，成都南充，前面那就大直。我要多说。啊，初2，其中一层。他们不晓得咋安排的呀，晓得出去耍。肯定要放肯定放少放，主要是不得不可，因为我们那不得，那种大学不得。我们自己安排。下班嘛。大家都进了级的，一步步别的。在外面不嘛？你在家里面，不是家里面。因为你不作业不说，就是不晓得以前咋安排噻。这种好像不错。因为你确实有用的啥。这种好像这种倒不错。3圈，我跟你说。
我